6年以前，我一个人绑了一台相机，我行入每个小村小镇，我收集市井小民的影像。10年前，跟我的音乐同好组成教练乐团，学习音乐创作，自己写歌，自己做音乐，从生活与工作中寻求创作灵感。我经归了我的故乡，我要行入我的土地，一起埋一盒表情。真的好啊，我考得真的好。你光圈，我是跳欣赏，我是劳工样式，我是真实客。哦耶！我是音乐创作人，我是吉林歌师傅，我是李国平，我是喜庆，我的一号表情。我汉字就黑到挺闽南嘅咪哈，不过我阿姨言最主要看到原题中国嘅，不过汉嘅嘅哈，不过汉我同因为中风台嘅，就是嚟咁啊，主要都因为中国搞到，不过我同因为中黃條或者毛條有鳳條嚟啦，而家我係對面農業嚟建智利人。很多米农跑偏这件事情有些排斥，因为有点强，跟你讲的嘛，近乡情怯火的嘛，给讲我比较怪怪。智障，那这里是哪里啊？生来故乡的总政府，嘿，跟改名叫米农府，而且总政府以前啊，嘿，因为灌溉。天桥安尼，我故乡好多事情都同水有关系。从雅良啊，从米农府、总政府那些开始，竹山沟、水库、发天窗嗰啲，全部同水有关系呢。啊，反正两岸都下了啦。安子谁先生？来，来呀，来呀！从雅良。跟你嗰度地都总政府附近咧，在这里成个2個沿路考中的雅良都多了一等饭，算做過好嘛，過太10年安尼啦。哦喂，我要做事，然后你搞嘛东西啊？老师啊，你不是要带我上外太空哦？俺们冇办法送去，不管都是夏天，哎，前面嘛有啲不能小惊喜啊。小惊喜哦！我每次听到你讲惊喜，我都来，唔是讲，唔是讲。你看下来冇？哇，好大的池塘哦！哎呀哥，喂，大哥好，大哥好。你好，你好。哎，种雅莲呢，种的20人呀。铁身躯就冬天啊，爱下水啊，爱海面啊。铁身躯的啊，绵绵这问题我七做八做，你唔先放起来，又要先放起来，去下去绑雅莲的。嘿，我恰恰。现在我们要拔哈，你这样子抓着，哦，绑了呢哈，切下去，要压拿奶。
哦。哦，哎，哇，一下就拔这么多。对呀，刚好吃看到后哎，摸要用摸米那么多大哦。的，还可以下去。你要蹲的，哎，好哎，做点嘛。因为下嗰日唔好下醫咪咯。你有多把东西咯，有把东西。你拔的姿势错误，我们拔的是要这样抓，哦，要原来真是我做过的啦。要个是，我现在感觉是那个水啊，已经进到我的内裤那边去了，从上面进下去。我有问那个李太狗啊，说你有没有请工人啊？然后是不是一定要身高跟你差不多？觉得好像一群篮球队来这边会比较好，对他来说最好是190的哦。啊的哟，绑好冇？很辛苦哎。啊没有，很该绑团的，啊，真是。好该绑团的，好，唔今日晓得绑的吼，嗯，眼你考虑另外一头，为什么？你避水啊，要比说哟。哎呀，咁等下有得行，時間看下我。好啊，梗係行嘅，有好。啊哦，我原來學那黑狼。將青蛙裝行到水底位，有水壓力，就規嘅 keep 那種壓到從身體壓落來，尤其是他給他是上午模式，給他講個氣，哎，我这样穿那个青蛙装的感觉，一开始我觉得好像穿太空衣。我哋見嚟到個廿年頭，見到嗬，我哋必須綁青島，必須打。年兩手，剛我一啲裝片冇你定定係冇落去哦。開始。比赛开始了，我是老妹。开始了哟！哎，干嘛？踩野莲，我觉得蛮难的啦，因为我手伸下去的时候哦，那个底下的那个泥土软软的吧，脚踩下去哦，你也不太好，不太方便，因为我都拔得不太好。李太狗哦，它一躺下去哦，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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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一拿起来就这样一大把，我觉得很厉害。大哥，我這樣隻啊，等下哈。好沒有一滴裝片很簡單哦。哦。慢慢看一下，踩到然喎。名啊跪下煮嘅種按嚟，有啲一下都按嚟。要屬於人嘅鳥，見面係冇混人咯，我想講係混流來樣嘅，而家越痛苦嘅。我敢講下，這片啊吼冇東西嘅啊，一邊雜槍槍，伊名啊跪下煮嘅，唉。小妹，哎，你幹嘛呀？踩野蓮。啊吼，行用嘅，這邊冇東西嘅點啊？哦，唔該哎。嚟咯。斩鸭脸，愿赌服输啦。還有上年哦，做得多好，嘿。你睇個用板洗鸭臉，洗鸭嚟吼，我看挖飛機嘅，嘿，哦，可能搖搖嚟，個可能哦，看到冇乜嘅擺入去啊，搖位，哦，廠嗰啲唔會一個彈喺度。啊用板看快啲，快啲如果可能食冇咁同啊。食冇種同。哎呀，嗰個你看到哦，個ਨੂ呢啊，個ਨੂ你拍嘅啊，廠嚟個拍嘅個ਨੂ呢，嫩呢？係ਨੂ呢唔係。就拔掉它。對。在鸭臉跟我們在洗鸭臉哦的感覺其實還蠻不一樣的，因為我覺得洗鴨臉的那個動作其實還蠻美的啦。然後就是你要順着水，好像有點像那種 S 型的那種方式去洗它。因為怎麼用用水量下咯，你哦，一唔會打嘅，一唔會中彈，哦，哇，很強嘅。咁佢南冇用嘅，你講除咗隻睇嚟啊，那個小雞上同。哦。啊，撞好哦，眼睛看打下佢，唔看，咪木睇睇。哇，這個。對吼。
奶油奶的没有夹紧，这个拉。哦，像大哥在洗鸭梨的时候，他动作很巧。那在挑那个所有那些坏掉的部分，他就是手就啪啪啪啪啪啪就过去了。这么快，我踩一个很慢的。安尼就松弛哟。泡水泡久了就会得风湿痛啊，抹鱼啊。不然你风湿痛的话，你只是吃药而已，你永远也是沉在那里。那天气不好了，你酸痛啊，对不对？啊，你泡水泡久了就会得风湿痛啊，对不对？就是我们的灾害就是风湿痛啊，都做了都长骨刺了，啊，骨刺就开刀啊，开刀弄掉啊。迄讲啊，紧来要不爱去上班，系咁樣嚟上班啊。上班咯吼，还有什么个假嘛个假啊？另外是根本都冇嘛个假。因为我们没有请专门的那个工人要在田里面做嘛，所以他就是后者要做。田里面还有那个放水啊，还有湖品啊，有没有？像这些湖品啊，我们都要给它清理干净啊，就是他一个人在做，所以他可以整天没有什么时候规划什么休息的，他就是有空就是做。去摘鸭链以后，按推行上去松油，先看个水准嘞，啊填充个嘞，啊看那个松油的水量下来都下杯，让水淋去这个水安尼。我发觉这边风景很漂亮啊，日本哪位啊？野兔实验园，也在野蔬菜可以讲。啊，今日我麻烦阿哥，等下用来看一下那些沙皮同可能用来其他东西哦。冇问题啊，我睇下同您介绍一下野兔的那个金水口，前面都系老龙溪嘅。哪位老龙溪啊？系老龙溪，你看前面嗰种头前都那个渭水过来的水都经过嘅，哦，多那个金水口。嗰片天窗保养科的凉板，平常时嘛都我进来也进水口嘅有垃圾，安尼科长都会问安尼过于清来，本个水好个多爱入来，个多爱发天啊，大厦也是得做安尼灌溉用。引水了，会这么盖啊？当我们下去那个闸口的时候，其实它的水流还蛮急的啦。那翁大哥他教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安全措施，先绑好那个腰带，然后那腰带上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安全扣环，然后可以勾住那个上面有一个电缆绳，勾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那一个地方开始清垃圾。来，可能叫行来，搭嘢鏡頭，唔嘢腳冇偷下嘅都掹下嘢哦，偷好些，起比菜，我都可以拍。你改有冇动力？哎呀，按下去，冇你弄安尼东西吼。有嘛有安尼秘鲁啊，哦啊，青岛，今年人青岛拢安尼环保观念拢冇嘛吼。人嘅每樣東西都因條嚟啊，因條水鄉啊。前嗰個水拖水，嘅一重嘅管咧，你冇做嘅嗰重，咁嗰個水按流按強，我拿下我把它上，因為太熱，咁我要把上去面嘅東西都跌下來，佢技術冇好嘅，所以食材。我想看下今日看到很貴少嘅 T-shirt 咧，颱風天落來，嘛個落太嘅，但我嘅會冇好多東西，奶醬啊嘛東西一下來，一下慢慢，嘅我用個錢。哎呦，這個還有藥包啊！攏冧心跳啦，冇合土啦。前呢 T-shirt 是差唔多
白種啦，有安尼碰撞啦，又有沙發啦、櫃台座位啦、架位、四個架位啦、座位啦，哦哇！碰得有清得出來，無奈。叫無槍，我哋發電量要會影響，所以要盡量叫一槍。你嘛唔多會卡到塞頭，嘛鬼快叫。我看到泰狗在这边清垃圾哦，我其实有一种感觉，就是辛苦莫影敌啊。嘿，就喺馬街呢度。伊下咧又吼塗很多磚頭，你看這個，哎呀，利農之水那呢，啊，米農最好的水啊，最淡風仲嘅來。我係幾兩間坑嘅嘛，有人穿草啦都帶下，幾圖你啲乾田啊呢，這樣水真強的。好強啊！我汗水啊都不是這個淡風。坐嘅那種溜一下，同佢出下雲溜下一樣咧。呢條河浜係因為從細教到大，咁韓國依家要流量嘅同學、小學同學都喺一條河浜兩邊。可能碌下，要上到咩韓式啲一啲高雄去。啊，可能咩對係為條亦都係用空台。一台個電子嘅茶嘅，因為我30年冇看到有同學嘅人嚟，係發達。啊，見啊嗬，我過年嚟未啊？都幾多8公8，最睇8公鐘安尼啦。每個月面同我8公出來下次咧，我過年嚟，我聽佢田當空，不用標價，我同人拜新年福安尼，都過好年，啊過年下陣開陣過來。啊，等行嚟，行嚟啊！面容對我嚟講，一種溫暖嘅感覺。我不是會想到我以前用，對我嚟講，不全是係啲回憶啦。對我嚟講，面容係啲料不用看，不用洗嘅地方啊。係講過來唔係種工作。所以嚟講，我是過來面容普遍嘅，總係講係一種工作，唔係歸來。有看過條嗎？你看到一點嘛？用嘅啊，按有看到有真嘅嘛？有咩啦嗬？係見到錢嚟。錢嚟？係，唔怕唔使講得，行過去。前個嘅發電廠嘅水，嘅水下雨就開始開始灌溉，佢下多差唔多過年嘅，啊啲面容而家差唔多開始做灌溉，要準備要種田施田，所以嗰條水要先，哪個就先淺嘅水咁流嘅順暢，然後會引流發下一樣嚟嘅。你講到嗰度啊，你講到嗰阿哥阿姐提嘅無限嘛？哦，係。阿哥，啊，帶啲朋友特別來嘅，來同聽書看下吃看下樣嘅啊。哦，將到啲嘅足球杯嘅種水過來，然後見佢哋看下水用嚟前下一樣嚟啊。我家見安樣種啊，我講係好哦。我都係哦。要請什麼那邊哦？啊，你好咩？我沒有按什麼。我建議你講。用板舟啊！腳墊，腳墊買衣。調轉羊來。好，佢用竹棒，佢縮個腿。調轉衣嘅。哇！發揮好啊！哦，好。
椰子壳，呀有，什么都有。那个整个水沟差不多80公尺啊，80多公尺。当你去做的时候，你才发现，哇，那个烂泥就是已经那个泥巴就是积到很高的地方，那个水就几乎堵塞了。好，2个奶哦，2个奶哦，请奶。哇，做这个事的条件哦，你需要好体力。哇，哦，很 Q 的，真是嘞。今仔日好长来做啊，加40人送的啊，40、50岁安尼啦，好长的拄唔掉啊，唔盼得出力啦。應該都老人家唔想看到這個生人的去做完的事情啊。挖奶也挖人田都有水泥皮的田出嚟呢，你嘛做個快樂，你嘛都一啲啊係你想做的事情啊。哦，而且我引下去哦，我引什下去啊姐啊？我哦。哎呀！哦。大家就跳完了呀，然后你过来。我呢度我做唔得咯。我做唔得啊嘛！哦，後面嘅。啊！有啲時間哦，讓底哦跳到太重了。哎，這時候乾皮了。拍摄的时间结束了，就是看到他们这样子哦，又还有一节这样，想说再去好好的做一下。我也真的好想要认真的去感受一下他们在工作的气氛是什么这样子。当我们挖到最后一刻哈，其实那个整个挖掉了，很有成就感，整个80公尺整个挖掉了。放安泰，愛着嘅那個戲，做乜嘅唔轉戲？天安安，放安泰，愛着嘅那個戲，做乜嘅唔轉戲？天安安，放安泰，愛着嘅那個戲，做乜嘅唔轉戲？天安安，放安泰。愛着那個戲，做乜計唔轉戲啊？呀！呼呼呀！老师啊，你要带我去哪里？你每次叫我穿雨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怪怪的事情要做。啊，大家好，我哋我來看下我哋米是放嘅下，哦，要做秧苗，嘿，種稻子，以前我一類咧插下然後胎，然後夾米，然後就是米，嚟好啦。我用嘅啊，吼，我做嚟，我等嚟看下用做用嘅，都有那样多有。老公朋友啊，可以哦。你阿叔，點解等你叫嘅啊？下中用點電動機。等到幾毛？我沒有，嗰陣係無限嘅嚟。沒有，你幫唔差啦，冇用我會唔追啊。啊你好。咁唔記得等你嘅係問個品種咯。147兩噸米。147嚟啊。米農嘅苗米啊。147哦。等陣嘅米哦。嘿，等陣嘅。米農嘅優良米。遇到買秧苗的阿爸，他跟我說哈，這個地方啊是全美濃品種最優良、最好的秧苗，所以呢，我們就來去捲秧苗。
当我们走进秧苗场啊，老板呢实在太忙了，然后后来他就请了员工来教我们怎么样卷秧苗。吴大哥你好，哎，你好，那你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怎么样帮我们做这个工作？哎，我们这个工作就是把秧苗卷起来，然后卖给其他要插秧的农民啊，这样。啊，然后因为通常一盘一盘的话，这样会空间有限，我会把它卷成像手卷寿司一样，这样把它卷起来。嘿，哎，然后这样一个盘子它就可以放3个，这样比较省空间。对，这个来，对，来我拿给你。OK， 你看 OK， 来。因为做秧苗我觉得工作它是简单，但是累的地方就是它一直在重复。第一次做，有试过米，我试过，我做过呀嘞呀，我辛苦哦。哪一号忘记了？改良的。然后但是我记得他印象中，他说它带有点芋头的香味。芋头的香味。真的，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你是觉得有吗？又在江湖，又在做，还很早。吴大哥他现在工作很忙啊。然后放上用传输带啊，不要太紧密，因为太紧密，后面的人会搬来不及。所以隔一段距离放。隔一段距离。传送带。我们去帮忙也忙不过来，后来连老板都自己下来卷秧苗。好耐聽到就啲係個退，有時講嘅。你好啊。如果唔好打擾到你的作息，你的磨汗啊，過吃屎的想法就是你啲磨汗，你一定會撐捱，捱上嘅喺抗捱姜條嘅都唔方便，都唔好適應冇抗捱嘅時間，真係足夠有癮，你知冇？都讀到咧阿伯冇，我係阿叔。係啲燈，講啲燈沒有呀，燈用嘅呀，腿堆翻以後啊，人家有喊困癌，困癌嘅就怎樣，就就機不可失，我是這樣想。吼，一燈只能看啦哈，一好可能啊，說吼。一起啊！燈到啊！點解啊？阿張喺度啊！31盤呢？96餅。96餅啊！咁樣哦，賣7咁嘅，6元塊。好啦。快叫。好，來。快上啊！快上。嗱，有拿這個快上，我上打辦吧。哦。辛苦啊！謝謝啊！謝謝。你辛苦啊！我說謝謝的話，說到時候好，祝你好，超好。哎，好，再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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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米農米以外啊，有啲位國大量嘅嗰種作物，米農嘛算最重要的一啲東西，所以我準備在這裡去可能係仲有黃頭嘅餐廳啊嚟啦。仲有一個，哎，點冇行啊？啊，帶啲朋友來看下我哋用嘅種頭嘅嚟啦。哎，有田可能按照用誒。我一片是過去哋用蘇打。包埋啲用麥頭誒。做一個洗頭河辛苦哦，按過你講辛苦嘛，有吃有啦。我以前冇做過啊，你講嘅多路誒，喊做嚟做，哎，你做啊，就會做出興趣啊。嚟幫忙。哎，這裡有個。做居好咩？黃頭嘅居好啊。係啊，黃頭嘅形容居好咩？
嗰度用冇挑咩？咱們講啊，強長期養啊，你打嘅，長期你養你打嘅，也低幾下呢度，挑夾佢走嘅，掹個地度，係啊，冇嘅個呢，粒不一樣呢，專門講。所以這個毛豆變成黃豆了啦。對，可能一條手入都按下，很香哦。總太公，那你可以帶我們體驗一下嗎？做得啦，半當冇挑。做唔得沙除草劑哦，做唔得沙除草劑，有看到冇？一個鋼很強力，像夾黃黃嘅，然後就一個做很多鐵證啊，證據只要是青色的話，就代表是沒有。如果黑種到除草劑啊，沙外面全部有糟，連草有糟咩？嗰度思想那個還是有做過的事情，應該都佢冇做過。英雄會詞咩？我從來冇看過按太了不睇。我韓式睇都是了不，差不多特別看到睇差不多2/3太深。特別我看到睇按太了按慢，然後都感覺佢溫暖。都是青色的啊，強誒，原來強誒呀，很強哦。然後就表保證係你吃人咧，吃人咧，冇乜嘅用個質感嘛，冇乜嘅除草劑，冇吃人造嘅呀。咁樣係仲爭一衝呀？又衝個爭嚟敲。人哋係你白尾葱誒，葱誒點喎？那有抹聲音嚟做啊你？塗一田子窿啦，我坐啦。係啊嘛，唔是抹按頭啦，抹嗰個咧，有睇你唔啱唔可以知。爹逼嘅嚟。出空啊呀喂，空啊用那金板呢，就不然俺哋出台俺哋好，俺都会得。哦，像我们这种都市人哦，来到密弄这里哦，看到阿婆的那个造型，应该都会觉得哇，很有意思啊，我也很想要靠近她。梯子啦，哇，乒乓踢跌，乒乓踢啪，乒乓踢啪，凳子那樣咧，北美都有凳子。說出嘅，乜乒乓踢。冇聽過啦，我可以做。客家肢體已經我有下田橋聽數嘅啦。做農啊嗬，冇咁簡單嘅哦。面到講咧，現做農我要網路哦，硬去搞去研究哦。喺中度好啊嗬，面到講咧，我照顧嘅工作啦，像我哋幫錯有嘅冇嘅。嗰下喺中講咧，高經濟嘅作物啦嗬，買嘅東西可用係中度好，買嘅東西佢有一種價值。我曉得一條東西啦。其實像阿婆啊，邀請他都一直說不要不要，然後到最後的時候也沒有特別說啊一定要他來的時候，他就自己走過來了。一走過來之後，他在打鬥的那個動作哦，哇，真的是 pose 100。你這樣對啊？哎呦！我錄一下給你們看啊，是這樣啊。剛剛阿婆的姿勢100分呢，專業，我想試試看一下。我們在過篩黃豆的時候，它輕輕的搖晃的時候，它那個會有很多屑屑，它就要利用風的原理，那個屑屑它就全部都會跟着隨着風的那個風向去飄掉了。對啊，我覺得它是一個算是一種傳統的過篩法，也算是一種老人的智慧。看到阿婆她在過篩那個黃豆的時候，就是當時太陽已經快下山了，我覺得那個畫面很美，然後那個阿婆她的笑容很燦爛，那種表情像月亮，給我那種很溫暖的感覺。頓時間我自己覺得自己真的像個小孩子一樣，那我一直很想要把那個感覺溫暖的感覺記錄下來。後來
来呢，我就决定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我用很简单的歌词去写这首歌，那有点像童诗的那种感觉，因为就是感觉好像一个小孩子啊，回到妈妈的怀抱。对啊，对啊，也会让我想到我妈妈。I love you. I love you. 乒乓乒乓 I love you. 我呢我去个做跳机个工厂，我做白做去做个工作电源的，后上啲水木，我去先去做。我早上一起床，老师就不见了，让他留那个纸条在桌上给我。那我现在按照这个纸条上面的地址去，这样。我听到。哦，对不起，我迟到了啦。宋阿哥。3点开做事诶，阿哥。你好，我是杰里啊。我帶咧台北朋友來，可能是做調皮嘅用做。我麻煩送阿哥同我解釋下下。先下都愛尖條嘅，尖好係咩？愛廚房嘅蛋糕，蛋糕嘅咧，冰下來也我安尼用啲愛摸太痛嘅啊，都做條嘅咧愛煮過啦，愛兩個做分離嘅，哦。也同佢哦，好像要兩有兩個魚乾呢。哦，這邊是把豆渣分離留在這裡啦。哎呀，豆漿是留在這裡，一下都條冰條呢。哇，很多哦，豆漿誒。也都條呢，第二條都也個破刮起嚟，我哋冇用小泡機，我就完全就是用純豆漿做嘅。嗰時我冇用小泡機。大部分人都有用小泡機，都冇係麻煩，但是我唔咁麻煩，係都用刮，係用刮起嚟，我都做下個樹柄嘅，哦，有樹柄嘅就嚟刮，這個泡泡一定要刮掉。把整鍋的豆漿哦，用那個大的，好像他們特製的那種水管，把它整個灌在那個豆漿的一個大台子，哇，那非常非常的大，然後他把它分成正方形很多個很多格子這樣。那你就是要等到豆漿，因為它還有溫度哦。那等到那個豆漿呢，的表面上面哦，有浮的一層起來，就叫做豆皮了啦。只要等到它浮到一個時間差不多的時候哦，我們就開始工作。比較說苗嫩，做白來啊，手都要碰一下。碰一下。哦，那唔會被頭起啊，那你會頭起啊，會頭劑啊。好，好少，從來工作社會，安尼辦下系統唔正式嘅。哦，很難嘅，佢困難用嘅哟。唔好，有佢困難啦，要把佢強硬些。有啲冇學過嘛，嚟做嘅。安尼。哇！哎呀，你冇嘅，有刮下是你哋係跌走嘅。安尼而家幾冇順塊嘅，一堆一片嘅。冇順塊一堆一啲嘅。最底。一堆一片穿到一嘅，這樣才會變成一塊相同樣的一塊。哦，寫喎，哦，6分鐘哦，好，安尼佢上面爬板。是差幾多？對啊，好，安尼都一塊，哦，認真哦。迄名嘅結棍嘅啊，調皮講嘅種結棍嘅啊，我感覺娘是不是？這東西啊，沒洗呢，
用也没洗，要去做的安尼细细条做的，唔管厝咧油的，佢一天过几。啊，我年是当红的，也把土地安尼刮，同佢倒出来个条皮的皮做好了。阿弟做啊，阿弟啊，嘿，做阿弟真乖好啊。是骄傲太香。大家像他们这个豆皮，里面的量都非常的大，你看，像这个肚子，这个量豆皮的肚子好多哦。像老公要每天都要去这边清这个豆皮，安心不了。人工用的，难怪啊，怎么这么长寿？阿公，哎，那现在啊，我们这个豆皮现在已经晾好之后啊，接下来啊，你說拿落去曬啊，拿落攞杯曬，哦，你等佢嚇，哦，嚟攞杯。好嗰件佢，我因為佢是曬人用嘅，我用有拿起嚟曬。我拿到幾啊？冇拿鐵體包嗰啲係，嚇，冇拿差唔多咗按度嘅，嚇，安尼一隻樹安尼扛喺兩隻樹扛喺下都好嘅，你拿起來，咬一轉，哦，對安尼，扛喺起，扛喺起，哦，啊就拿擺，安尼擺，嘿。東片西片安尼嘿。阿哥，種佢是尖條嘅，扛下去安尼就煮，安過有糯有咖喱，那佢是安尼一類類種，都吊起來，送出來啊曬，安尼去叫嘅啊，至少要5-6點鐘啊。做一批要5-6點鐘，5-6點鐘。面對有啲東西啊，要傳承下去啊，因為有東西。天然的吼，佢出現的東西，俺哋冇講啊標油的冇的啊，哦，俺哋食到健康了，冇食到油的冇的。老是去曬挑皮啊，後來我就跟大嫂一起進去廚房做挑皮的料理。好，這樣就 OK 啦。泰國太記。謝謝你哦，為大家我們準備這麼豐盛的豆皮大餐。然後我想說再送一首歌哈，給你。好，謝謝。有看過人做挑皮挑夫，不過真是從來冇人嚟命過。不過想用嚟歸咎，只是很少以前看多的事情，然後隔個20-30年，給人再看一次，那種感觸更多。從來冇看過人會工廠那種量化嚟做，用感覺對震撼，反正是。所以基本上也是感覺，也是離行會對他某種程度的視覺上會震撼。只要有功夫的、有技術性的那種傳統的那種工作，好像大家都會面臨到一個傳承的問題。當我看到宋太公的時候，他也是講出來的口氣是比較保守啦，因為就是可是你可以從他眼神，你可以感覺得到說啊，我也是很希望我的小孩來接這個家裡的工作這樣子。愛落夢頭，愛落電影下嘅味濃，愛落甜甜嘅滋味，愛落夢頭 I love you。先生，我现在要穿这个样子，等一下，你到底是不是要给我什么惊喜？你每次要给我什么惊喜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很奇怪的事要发生。原來都面濃嘅，但係可能按到地方同水有關嘅地方。要介紹嘅係一本嘅大驚喜，嘛同水有關嘅呢，唔過也是搞過後，有個輕鬆流程。驚喜到底是什麼？馬嘅有咩？咁佢看下咩？好，
下去，没有，危险！没有，哎呀，这么浅啊！我还以为很危险呢。阿仲介紹，有啲客人面啲嘢廿萬，我以為你真係廿萬用台幣揸你女朋友啊，揸喺度過用，或者譬如做同水要貴咧，發通嘅，見面我介紹嘅，或者杯嘢知識。啊，搞本眼來處理。屁股好濕啊！要我瞧一下，啊，你就坐在嘞，真的，大耳朵順風啊！Rock and roll。跟人講啊，有種事情啊，後生人做都好嘅，落後嘅，咁啊，泡茶不要看不護哦。现在这个地方啊，就是狮山大圳，在发电厂进水口，进来的水，你看水多清澈啊！那接下来呢，这个水啊，它会开始一直流向美浓的各个的田地，然后呢，让农民呢可以顺利的耕作。现在在这个水郡上玩水啊，突然让我想到我小时候5、6岁，那个时候我在家乡玉里，的那个也是在田边的那种灌溉水的那种水沟上面，水都很干净，也是在上面玩水。不过这样感觉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年纪大了上去玩有一点就是那种回味小时候的那种回忆啊。而再加上这个狮头郡的水那个整个狮头郡很大很宽我还可以坐在那个救生圈上面，一路这样子溜下去啊！真的，我觉得一个字海。愛落光頭，愛落。講到美濃嘅農業，唔通講到美濃嘅水，因為農業乜嘅要愛靠水嚟做，係實際嘅後生嘅嚟美濃，都帶嚟看啊，用我哋美濃人靠水生活用勞工嘅朋友嚟做事。I love you.就8分好嘅啦，7分8分，8分，9分，9分。这里的风景真的不错，这里的人情味真的很浓，认真在工作中快乐的过，用你最棒的表情享受生活，爱个 No.1 表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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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